在这龙蛇兵器的时代。不过是骄阳困在云海，穿过命运的雾霭，走出了无山无水无岁月的澎湃。无畏少年把头抬起来，贴身我踩在渺小的尘埃，心如赤子，且听清风徐来。气血玄黄，马步轻摇扎稳，难管他多少魑魅魍魉，秋风落叶一扫光。太极八卦用这武当，拳指顺风光束双向征途中写成章，眼睛安静现锋芒。无天无地无生死与成败，默默无闻去惊艳未来。行者做我无波澜不痛快，热血领会出人生的宽大。打破虚空，坚守不坏，飞马踏影出期待。也许从前平凡空白，屹立中苦尽甘来。落花流水傲这个派，世事无常意料之外。龙蛇纷浪这心海，老是泪加等的爱。长路相伴是一生的所爱，风轻云淡，笑看天地开怀。我得休息一段时间，最近干的事情太多了。多久？几周吧。可以，但他们不会放过你。没人会放过我，包括我屁股下面这位金发碧眼用枪的。他还要气吗？还好，留手了。这就是个马仔，拿点钱不知天高地厚。我替我哥社会教训一下就好了。你不杀他，他有一天会杀你。别再跟我唠叨这个了，想杀我的人早就排队领号了。少一个是一个嘛。我懂这种角色，不会像电影里一样爬起来发誓要报仇的。那是。等会儿，问题还没解决。看来是个练家子，泰拳9段，禅银杀，来自东南曼城。过招还是直接来？有什么区别吗？过招呢，就是我用国术打你的泰拳。那要是不过招呢？那就是斗殴。敢比试就跟我来。好啊。快点，小贱人！说谁呢？让他进来。如果你想从门卫就开始挑战，也不是不行。那就等门卫聚多一点。再打我不留情喽！跟你有什么抢？
还是不行。刚才如果用拳的话，你可能就得一命呜呼了。喂，医生们，我想我需要救护车，我不知道自己伤得怎样。是被车撞了。喂，表哥，这工作我不干了，我想回家，我想见妈妈。太恐怖了，我们被一个女人动手打成车祸现场，简直是 monster。说是什么国术顶级高手，我得想办法跟老大离职，我想离开这个鬼地方。王超，你怎么这么能睡啊？还打呼噜！辅导员，王超打呼噜，吵死了！哎，那什么？他妈快点过！这傻宝！我叫王超，生于东南亚一个叫曼城的郊区，这里鱼龙混杂，治安也不好。像我这样刚毕业的年轻人也找不到方向。只是我从小喜欢武术，做梦都想成为一名侠客。看什么看？即便如此，跆拳道、空手道什么的我也交不起学费。现在就业在即，真的愁上加愁。看他妈打我！下次找梁哥，弄死他！光哥，哎，小二，过来！你看什么呀？啊！老子怕他们吗？哎，我。光哥，这小子一看就是个软蛋。哎，练功的！我去你的！啊，把你厉害的啊！白鹤亮翅你啊！再比划，再比划！小孩，明天下午，这个地方，100块钱，知道吗？100块钱，1分都不能少，要不然，老子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！好，知道了吗？总有一些不学无术的年轻人，找不到工作就当混混，然后去欺负那些想要上进的老实人。就这样，东南曼城混混成群的问题持续了很多年，我也深受其害。现在我要结业了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我是要像他们一样敲诈勒索欺负别人，浑浑噩噩一生呢，还是直接浑浑噩噩一生呢？这是个问题。哎呀，老王，你快点！不是突然又被抢了。快抢了！来这个。
我们先走了啊。知道了。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骑车注意点儿，这撞坏了要赔钱的。你还要我赔钱？你可比我有钱多了你。100块。抓鱼。哎呦，吹气成剑！看什么看？谁看？辅导员，王超在偷窥我。大变态！大家都安静。王超，你不觉得可耻吗？这傻宝还挺色。哎，王超，那光哥是不是找你要钱啊？没有。那孙子我认识，小混混一个，给我交保护费，我罩着你。这真是不识抬举。那边怎么了？光哥，我没钱给你了。我发现你小子是不是拿我话当放屁呢啊？他们是不是混你了？上回怎么跟你说的？今天不带钱来，你就等着挨揍！你当老子跟你闹着玩呢？光哥，我现在身上真没钱了，你就放了我吧。呸！哭什么哭？上次说没钱，这次还说玩老子呢？光哥，我看就得把这小子衣服扒了，绑树上给他长长记性。哎，我看行。来，动手！光哥，别！别什么别呀？啊，放开他！哟，昨天那小子啊，这不是那傻宝吗？来，过来。钱带了吗？让他走。啊？你再说一遍。你他妈找死是吧？哎，我，你，锅盖，找死你啊！你以为我怕你啊？喂！
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把石头放下！警察！李根生，你给我跑！小伙子，没事。我没事。他怎么你了？有事跟警察说。男人的事儿男人解决，没事儿。你看这傻宝，还男人的事男人解决，差点让人一砖头打趴下。你别害怕，下次他们再欺负你，记得找警察，不要跟他们硬说了没事儿，还说没事儿，你这还男人的事儿，你就是个老实人，你别跟他们学，他们是惯犯，社会青年知道吗？抓了好几次了，下次记得一定要找警察。我找警察，他们要报复我呢。所有人都怕他们报复，那坏人只会变本加厉。切，那还能怎么样？走吧，走吧。你先回去吧。那个，学长，谢谢你。我只是太高估我自己了。越切。